Mode Detective by Jingting。一共获得了3个能量宝石。我们排满，永远3个宝石，4人就有2个猎人。3颗星的时候就是赢的里面一定有2个猎人，2个守护者，这样就是守护者得2分，然后输的里面还有一个猎人能得1分，所以就3个星。几个宝石这么算？那个快嘛。但猎人输了，他们的小星也在那个总的星里边。5颗星的时候就是有3个守护者拿到了星，然后2个猎人输了，因为有一个猎人在这4人里边。第3轮获胜者是，这3个算能也还有几个？也是胜出里面有3个是守护，对，一个猎人。猎人每轮游戏必须输掉才能获得能量。丽姐是不是也发生了？连输3把的就是丽姐，只有丽姐连输了3把。丽姐是如果丽姐是，那我们3个就一定是守护者。然后第2轮赢的，咱仨是好的，那小童肯定是猎人啊。是，我们3个中有一位是。你真的很聪明，就推理这种东西真挺聪明。是，好厉害啊！啦。